面对气候变迁，总统赖清德伫咧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表示，政府会制定稳定的政策，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，也协助企业建立碳清查，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，打造低碳供应链。环境部也提出着辅导产业走向低碳供应链，甲培育着2000人才方案。气候变迁的问题，地属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发生，国际供应链对减碳要求嘛愈来愈着急。总统赖清德在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当中指出，最近美国的关税政策加上美中贸易战升温，唔那是产业受到影响，国内净零转型嘛拄着挑战。我们注意到许多产业因为经营的不确定性提高，民间对减碳 ESG 转趋观望。对此，行政团队已经积极审时度势、滚动式的调整策略，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。环境部进一步指出，美国的关税政策对热能供应链的冲击，比如太阳能、面板、电池、电动车等减碳产品的成本会明显增加。另外，卖降低全球对热能投资的信心，致使能源转型的速度放慢。环境部提出辅导产业转型低碳供应链的施政方向，甲栽培热能人才的方案来面对全球变局。另外，在企业绿色转型资金的部分，金管会嘛提出绿色金融的方案，要透过设计导引子工具和金融商品，希望带动企业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。我们会朝向绿色低碳的供应链来出发，而且会专案来辅导协助各个产业来进行绿领人才，还有100亿绿色成长基金。所以我们预期未来呢，我们可以帮我们台湾年轻人创绿，找到新的工作机会。我们协同7大部会制定了绿色及转型金融行动方案。再来，我们跟5大部会制定了永续经济活动参考指引。我们跟环境部完善碳盘查与永续报告书，以及推动减量制度交易等4大策略。总统赖清德嘛强调，政府会制定稳定的碳定价和碳交易，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。嘛协助企业建立碳盘查，也佮有产品碳卡价资料库等等，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，来打造低碳供应链，建立绿色的台湾品牌，让台湾通在净零转型顶头对得到国际的脚步。记者卢尚书、柯秉哲台北报道。